李兆基去世後，五仔女真實狀況全曝光，長子謝福生指穩坐江山，次子李嘉誠喊財務危機，徐子淇被讚大智慧背後藏玄機。豪門風雲向來比 TVB 劇更精彩。李兆基這位香港千億富豪離世後，五個仔女包括謝福生子的三胞胎的真實狀況終於浮出水面。令人震驚的是，同個父親生養的仔女，命運差距竟如此天差地別。長子李家傑謝福德之後穩操勝券，次子李嘉誠卻陷入投資泥潭，千億媳婦徐子淇更是被李兆基公開稱讚有大智慧。今天就讓我們揭開這豪門迷局，看看李兆基家族鮮為人知的明爭暗鬥。長子李家傑謝福生之後成功翻身，內地商業版圖持續擴張。今年60歲的李家傑堪稱人生贏家。這位曾經被父親冷落的長子，自從2010年在美國通過代孕生下三胞胎後，在家族地位直線上升。最新消息指出，他不僅完全掌控恒基在內地的所有業務，更開始培養長子李智仁接觸核心業務。知情人士透露，李家傑現在每週固定帶3個兒子到公司見習，特別是大學在讀的大兒子，已經開始參與一些投資決策。更令人玩味的是，這3個由不同族裔代孕母親所生的兒子，不僅完全避開了豪門聯姻的政治鬥爭，更讓李家傑在繼承權爭奪中佔盡優勢。次子李嘉誠投資失利陷財務困境，徐子淇頻繁變賣珠寶救場。相較於兄長的順風順水，被譽為二太子的李嘉誠近況卻不盡如人意。據了解，他主理的香港業務受到樓市低迷重創，多個項目被迫擱置。更糟的是，他在東南亞的投資因政局變動幾乎血本無歸。有銀行界人士透露，李嘉誠最近頻繁到各大銀行洽談融資，情況似乎不太樂觀。妻子徐子淇也被拍到多次進出珠寶行，疑似變賣嫁妝救急。昔日風光無限的豪門夫婦，如今竟要為資金周轉發愁，實在令人唏噓。千億媳婦徐子淇靠4胎穩坐正宮，李兆徵盛讚大智慧真相曝光。說到徐子淇，就不得不提李兆基生前對她的特殊評價。這位被譽為香港第一媳婦的名模，為何能得到公公如此高的評價？知情人士透露驚人內幕，當初李嘉誠追求徐子淇時，李兆基其實並不滿意這個娛樂圈出身的兒媳，是徐子淇主動提出放棄演藝事業，並承諾為李家開枝散葉，才慢慢獲得認可。事實證明他的策略極為成功，連生2女後不惜冒險高齡產下雙胞胎兒子，徹底坐穩豪門闊太位置。李兆基晚年曾私下感嘆，這麼多媳婦裏，就數子淇最懂得豪門生存之道。這恐怕就是大智慧的真實含義。三胞胎現狀，同父異母卻命運各異，長子獲重點培養，幼子被冷落。李家傑的3個代孕兒子雖為同父所生，待遇卻天差地別。18歲的長子李智仁現就讀於英國伊頓公學，已開始接觸家族業務，被視為接班人培養。二子李智信在美國名校就讀，但據說性格叛逆，讓李家傑頗為頭痛。最令人意外的是三子李智勇，這個混血特徵最明顯的孩子似乎不受重視，長期生活在英國寄宿學校，連重要家族聚會都鮮少露面。豪門內部的偏心，在這些00後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養女現狀，最低調的李家三小姐隱居加拿大，遠離紛爭。很多人不知道，李兆基還有一個鮮少露面的養女李佩文。這位沒有血緣關係的女兒選擇遠離豪門紛爭，早年移居加拿大相夫教子。據鄰居透露，李小姐生活非常樸素，完全看不出是豪門千金。與其他兄弟姐妹相比，她似乎找到了最平靜的生活方式。家族爭鬥新動向，李家傑開始插手香港業務，兄弟矛盾一觸即發。最新內部消息指出，
李家傑已經開始暗中接觸香港業務的核心管理層，這被視為對弟弟李嘉誠地盤的直接挑戰。有員工爆料，最近香港公司的重大決策都需要先經過李家傑的私人助理過目，如此明顯的奪權舉動，勢必引發新一輪兄弟紛爭。看來李兆基的身後事安排得再周密，也阻擋不了這場千億家產的爭奪戰。豪門啟示錄同父不同命的背後，是一盤經營了幾十年的棋局。從李兆基5個仔女截然不同的命運可以看出：一、豪門生存既要揸住機遇，李家傑借腹生子，也要懂得取捨，徐子淇急流勇退。二、在巨額財富面前，血緣關係也會變得功利化，三胞胎的不同待遇。三、最聰明的豪門仔女往往選擇遠離是非，養女隱居海外。這場現實版的溏心風暴告訴我們，豪門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李兆基的5個子女用自己的人生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的同父不同命。為了悼念自己的父親，5月1日至5日，恒基兆業地產於中環 Henderson Cloud 39聚餐李兆基博士紀念展，緬懷他傳奇的一生。主題是和光同塵，取自《道德經》裏老子說的和其光，同其塵，就像光一樣普照世間萬物。這也正是李兆基博士的處世態度。展覽分為4個章節，分別是志存高遠、開基創業、福澤延綿、潤物無聲，正好是他一生的總結。展覽重現了他的辦公室場景，以及18歲那年從家鄉來到香港時隨身攜帶的金稱和懷錶。整個展廳裏播放的是獅子山下的輕音樂，正好符合李兆基從學徒到地產巨亨的經歷。裏面最值得關注的是李兆基生前和家人的照片。他生前4世同堂，有5個仔女，11個孫子孫女，還有2個曾孫，其中有很多是大家常見的，有不少也是第一次見。比如這樣李兆基和徐子淇一家6口去海邊度假的照片，還有和長女李佩文一家人一起去滑雪的照片，還有與曾孫的互動，還有不少祖孫3代同堂的照片，能看出李兆基晚年注重家庭，願意跟孫子孫女玩耍，一家人還經常出國旅遊，他晚年是享盡了天倫之樂。不過最令人感動的是李兆基幾個仔女給他寫的親筆信，包括李家傑、李嘉誠、李佩文，還有兒媳婦徐子淇。看下來，感覺徐子淇的最佳常話，簡單又感人肺腑，能看出徐子淇嫁入李家這麼多年，李兆基真把她當親女兒看待。為了給李兆基寫這封親筆信，徐子淇請了專門的中文老師指導，因為他從小在國外長大，中文水平有限，但李兆基卻是傳統的中國人，一直讓徐子淇學好中國文化，所以他用中文寫了一封信。他在裏面透露了很多李兆基的暖心事蹟，比如說剛結婚時，李兆基不讓他叫他老爺，也就是公公的意思，直接讓他跟嘉誠一樣喊阿爸，這樣叫比較親切。這還表示從此以後就是一家人了。後來確實如此，李兆基一直把徐子淇當女兒看。徐子淇還回應了他初次跟李兆基見面的場景。當時徐子淇還在英國留學，他和李嘉誠正在拍拖。李兆基來英國，李嘉誠把他介紹給父親認識，3個人去了中餐館，桌上有一條蒸魚。李兆基把魚轉到自己面前，細心挑選魚的面部以及魚身無刺的地方給徐子淇，說這是魚最嫩的部位。看到了李兆基的細心行為，這也讓徐子淇明白了他待人接物的不足，從此在照顧客人，他也像李兆基一樣。後來李兆基跟孫子孫女相處時，也是把魚的最好部分留給他們。一個細節看出李兆基為人處事完美，還把最好的都留給家人。他是好父親、好祖父，所以他離開後，仔女們和孫子孫女都無限懷念他。李兆基葬禮那天，徐子淇的難過是掩蓋不住的，
因為李兆基真把她當女兒一樣看待。李兆基紀念展覽開放5天，湧入了很多的人，前3天早早訂滿了，可見李兆基多被人愛戴。老爺子走得這麼突然，多少人感嘆人生無常。這可不是簡單的富豪謝幕這麼簡單，背後牽扯的是一個商業帝國的傳承，更是一段複雜難言的家族故事。李嘉誠和李家傑兩位繼承人在葬禮上的表情，一個悲傷難掩，一個嚴肅凝重。這兄弟倆到底藏着多少心事？據說遺產平分看着公平，可這背後是兄弟齊心，還是暗流湧動？網友評論，感覺李家兄弟以後會很精彩，畢竟這麼大一筆遺產，兄弟倆可要好好相處才行啊！這評論戳中了多少人的心。是啊，家產再多，兄弟反目，那可就什麼都沒了。3個女兒呢？她們在家族中扮演着什麼角色？是默默無聞，還是暗中掌控？李佩玲老公缺席葬禮，這背後是家庭矛盾，還是另有隱情？這李家皇宮曾經是無比奢華的象徵，如今卻只有2個兒子居住，是不是有些冷清？翻看李兆基家族的照片，4世同堂，其樂融融。可是這和諧的畫面能持續多久？時間總會在家庭裏留下痕跡。李兆基這一生是傳奇，更是警示。他用一生的努力創造了商業奇蹟，也留下了複雜的家族難題。家和萬事興，這老話放到任何家族都適用。財富可以傳承，但親情需要用心呵護。李家後代面對着巨大的財富和無盡的壓力，他們能否處理好家族關係，延續家族的輝煌？這才是最大的考驗。李兆基家族的未來將會如何？是繼續輝煌，還是走向分裂？讓我們拭目以待。希望李家兄弟能夠好好相處，傳承父親的衣缽，更重要的是傳承和睦的家庭氛圍，將這份來自父親的饋贈延續下去。畢竟比起億萬家產，親情才是最珍貴的財富。無論如何，李兆基家族的故事都將成為一個時代的傳奇，值得我們去細細品味，去思考。它不僅僅是一個家族的故事，更是中國式家庭傳承的縮影。在現代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如何平衡財富與親情，如何處理好家族內部的複雜關係，這些問題值得每一個人去思考。我想，這不僅僅是李兆基家族的難題，也是所有富豪家族，甚至所有家庭都需要面對的難題。我們能做的，就是從他們的故事中吸取經驗和教訓，珍視眼前人，珍惜眼前的一切。4月28日，李兆基的5個仔女合體送別仔女。李兆基將自己的家產平分給2個兒子，那棟李家皇宮也只有李兆基和2個兒子一起居住，女兒們衣食無憂，卻不涉及家產，所以在昨天的公開悼念儀式上，只有李家傑和李嘉誠以及徐子淇現身。出殯這天，5個仔女都到齊了，外加1個兒媳和1個女婿，這還是罕見的仔女合體。看一下大合影，從左邊開始是李兆基次女李佩玲，她獨自一人現身，老公鄭啟文沒有出現。鄭啟文是香港信豪建築創始鄭天順的兒子，富豪出身，家境優渥，因為有自己的產業和事業，並沒有到恒基產業幫忙，因此跟李兆基關係疏遠。李佩玲和鄭啟文婚後也沒有生育。接着是徐子淇和老公李嘉誠，徐子淇今天摘下了口罩，一頭金髮，感覺每根頭髮絲都是漂亮的，面容大氣，皮膚白皙，在一群人中鶴立雞群，她果真是貴婦面相。即使這7個人中，她出身最一般，但是她長得最貴氣。李嘉誠昨天因為微笑引起了爭議，今天露面，大家真的誤解他了。他的眼睛紅腫，明顯是哭過很多次了。父親的去世
對他打擊太大了。站在最中間的是李家傑，他是李兆基的長子。李家傑神情嚴肅，周邊氛圍低沉。相比於李嘉誠的氣質，他有一種不怒自威的氣場，有大家長的範兒，看着沉穩且有威嚴。他旁邊就是長女李佩文和女婿李寧。李佩文和李寧以及他們的3個女兒和1個兒子都在恒基工作，他們是李兆基最信任的左膀右臂。李佩文是大家姐，這次合影，她氣質真的好出眾，一身黑色中式上衣，戴着佛珠，手上戴着手鐲，高貴氣質渾然天成，一看就是大家閨秀。她的丈夫李寧高大威猛，但站在她旁邊，感覺氣場都弱了幾分。站在李佩文旁邊的是小女兒李佩儀，她是李兆基5個孩子中露面最少的一個，她至今未婚，長時間生活在加拿大，與母親作伴。5個仔女工作生活在不同地點，很少同鄉，這次葬禮是他們罕見的同鄉。其實李兆基是很在意家庭生活的，在公開悼念儀式舉辦時，李家人特意給大家發了紀念冊，裏面有很多溫馨的家庭合影，其中有一張是李兆基和孩子們年輕的時候，那時候最小的孩子李嘉誠看起來就是高中生。很多的是跟孫子孫女一起的照片，跟7個孫子孫女在家裏寫書法，還有很4個外孫子外孫女一起出去旅遊。照片中的李兆基都是笑容滿面，很享受這份天倫之樂。他有11個孫子孫女，其中4個已經成家立業，還有2個曾孫子曾孫女。晚年的他是4世同堂，他每周都會跟家人聚餐，只要是在香港的成員都會出席。每年大家還會一起出去旅遊。為了讓世界更加多彩，女媧列出了各種各樣性格、想法、面貌都不同的泥人。世界上的每個人都不同，1000個讀者有1000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即使讀同一本書，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對生活的獨特見解和追求。有人喜歡高樓大廈、燈紅酒綠，有人喜歡田間小巷、偏安一隅。也正是因為這種不同，所以每個人的人生選擇和人生軌道也不盡相同。世界上就有那麼一個人，在榮華富貴的面前，他選擇了做一個山林之士。他默默無聞，一生清貧，掙的錢剛好夠自己和家人們吃飽喝足。他就是李兆南，看似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卻有着不同尋常的身世。1. 龍生九子，各有不同。李介甫是廣東德順人，和妻子一共生了5個孩子，但是老大和老二由於各種原因都不幸夭折了，只留下了3個孩子：大兒子李兆麟，二兒子李兆基，三兒子李兆南。為了養活這一大家人，李介甫在他的老家創辦了2家店鋪，專門經營黃金、白銀，還涉及外幣兌換這些生意。雖然時局動盪，但憑着李介甫的經商頭腦，沒過多久在商業就站穩了腳跟。對於3個兒子，李介甫一視同仁，讓他們去相同的地方上學，給他們找相同的老師教學。但是3個兒子從小就顯現出不同的脾氣秉性，此後更是有了天差地別的人生。李兆麟是家裏的大哥，性格沉穩，不苟言笑，就像人們觀念裏的長子一樣。在店裏幫忙的時候就工作認真，可以獨當一面，是個做生意人的好苗子。相比於大哥，二兒子李兆基就更為出色。在別的孩子還在瘋跑玩耍時候，他已經是人們口口相傳的神童了。不僅如此，只要是他在店裏，營業額就會高出平常。12歲時，家裏發現店裏的煉金的師傅總經常在店裏偷拿金子，但苦於沒有技術，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李兆基不動聲色，精心鑽研，幾個月居然就掌握了煉金方法，解決了店裏的一大難題。不同於2個哥哥的出挑個優秀，三兒子李兆南是兒子裏最不起眼的一個，性子也乖巧，沉默寡言，
對於父親的生意也沒什麼興趣。在幾個兒子相繼成年時，國內局勢動盪達到頂峰時期，家裏的生意受到重創。李介甫急壞了，為了謀求其他的發展，同時也為了鍛煉兒子，父親李介甫提議讓兒子們去外面的世界闖一闖，見見世面。李兆奇和李兆基聽聞都十分激動，正所謂好男兒志在四方，他們不想困在順德這個小地方，都想去外面搏出自己的天地。但李兆南絲毫不想去，父親李介甫還為此生了一場氣。二，在人生十字路口分開的三兄弟。後來李介甫想着家裏留一個兒子也好，李兆南是家裏最小的兒子，妻子又最寵他，李介甫便讓留在家裏幫忙照顧店裏的生意。李兆奇和李兆基便一前一後去了香港。當時的香港地處沿海，經濟發達，和戰亂落後的內地截然不同，有許多世界各地的先進的物品都在香港大有市場。經過多方考察，李兆倫便做起了樹膠生意。與大哥想法不同，對生意敏感的李兆基覺得香港有着天然的地理位置條件，決定轉行做五金生意和商品的進出口貿易。經過他的不懈努力，生意漸漸成了規模。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去往香港的人越來越多，李兆基瞅準時機，認為房地產行業處於發展初期，正是遍地是黃金的好時候，於是大膽轉向房地產業行業。李兆基和好友創辦了永業公司，提出了分層出售、10年分期付款的新模式，吸引了當時有購房需求人的目光，在房地產行業一石激起千層浪。短暫幾年，李兆基便坐擁千億的資產。但是大哥李兆倫的橡膠生意卻發展得差強人意。後來李兆倫也轉向房地產生意，成立了兆安置業有限公司。後期的李兆倫不僅開發了房地產，還創立了建築公司、設計、物業等一系列的服務公司，在市場上大獲成功。雖然李兆奇比不上弟弟李兆基在商界的地位，但也身價百億，達到了普通人可望不可即的地步。三，與世無爭，偏安一隅，選擇做自己喜歡的自己。在兩個哥哥外出闖蕩之後，除了學習，就是幫忙打理金店。但是他只是負責店裏的瑣事，對店裏的生意絲毫不感興趣。父母一天天年邁，想讓李兆南接手家裏的商鋪，但是強扭的瓜不甜，便也沒有強迫李兆南。隨着內地戰爭四起，局勢的持續動盪，家裏的金銀兩家店鋪的生意也日漸蕭條，一天不如一天。李兆南在學校畢業之後，為了維持生計，成為了工廠的工人，每天都穿着一身灰藍色的工服，在塵土飛揚的辛苦工作。儘管如此，李兆南沒有絲毫的抱怨，整天也是樂呵呵的。後來父母託人給介紹了一個不錯的姑娘，便像普通人一樣結婚生子，婚後東拼西湊地買了一所60多平米的小房子。儘管一家人過得十分擁擠，家裏總是充斥的歡聲笑語，異常溫馨。雖然大哥和二哥都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但李兆南也不羨慕，沒有去投靠哥哥。對於哥哥們的邀請，他也不為所動。他知道自己不適合商海浮沉，粗茶淡飯他就很滿足了。李兆倫和李兆基寵愛自己的弟弟，給李兆南創辦了基金會。李兆南身價百億，但是李兆南從來沒有動用過這筆錢，在他心中這是哥哥的，不屬於自己。他依舊還是那個不爭不搶的李兆南，但不是所有人都像李兆南一樣幸運。他之所以能夠與世無爭，瀟灑一生，是因為他的人生有哥哥和父親的保障。其實選擇什麼樣的人生，總歸還是自己說了算。想要的得要財富，就必須經歷千辛萬苦；想要與世無爭，偏安一隅，也得承受貧窮困苦。可往往甘於平凡，要難於努力。但只要是你想要的人生，怎樣都好。也希望現在正在看的你也可以過自己想要的人生。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創辦人、大紫荊婚筵李兆基。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創辦人、大紫荊婚研李兆基博士於今年3月17日辭世，享年97歲。作為香港地產界的傳奇人物，他不僅以遠見卓識創建了龐大的商業帝國，更在關鍵歷史時刻堅定站在國家與香港的一方，展現出企業家應有的家國情懷。他的公益善舉惠及內地與香港，包括捐資發展教育、扶貧濟困、支持抗疫等。他以飲水思源的信念，將個人事業與國家、社會的發展緊密結合，成為愛國愛港企業家的典範。李兆基先生雖然與世長辭，但他的奮鬥精神和愛國情懷永遠值得學習。人稱四叔的恒基地產創辦人李兆基上月逝世，家屬昨日27日在香港殯儀館設靈，開放公眾悼念。今日舉行團體公祭，稍後將擇吉日扶柩返回故鄉順德大良安葬。李兆基一生奮鬥不懈，創業興家，不僅成就卓越，更以愛國愛港的家國情懷及推動公益的慷慨熱忱，成為香港工商界的典範。李兆基在香港地產界的成就卓越，他亦以誠懇待人的風範贏得業界尊敬。他一生熱愛祖國，早於上世紀80年代成立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支持國家發展，致力於培養高級管理人才，並以學有所長、回歸社會、貢獻國家的理念勉勵青年。他的善舉惠及內地及香港無數學子，培養出一代代為國家和社會作出貢獻的優秀人才。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評價他李兆基一位在香港地產界叱咤風雲的傑出人物。他擁有博大的胸襟，待人誠懇，慈善為懷，素具愛國愛鄉、熱愛公益的熱忱，為促進家鄉的醫療、教育、體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家國情懷超越商業範疇，在香港政商界，李兆基的貢獻有目共睹，無論在經濟、公益還是愛國愛港上，他都樹立了典範。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李兆基先生畢生秉持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信念，既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又將個人事業與國家發展緊密結合。他是改革開放後首批投資內地的港商代表，積極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並通過恒基兆業等企業平台積極響應和支持一國兩制。從培華教育基金培養內地人才，到溫暖工程輔助百萬農民，李兆基的家國情懷超越商業範疇，升華為對民族復興的深切寄望。葛珮帆呼籲社會傳承李兆基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共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立法會議員、新質企業家聯合會創始人尚海龍回憶，